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初3公视台语台下暗新闻，我是丁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日是清明连假的第3天，全台各地到拜三拢会是济云到好天的天气。今仔日国道出现大量要去佚佗甲陪忙的车，尤其国道5号上北过道就开始塞车，恐惊要塞到半暝12点。若明仔载要收甲上北的车辆应该会愈多，提醒观众朋友得要提早出门。为着赶伫下昼1点进前，高雄在管制公路上北，未少民众提早北返上国道，说是南平入口，太1.5公里，到下昼2点外，宜兰到头城路段也佫出现真太，时速只有6公里。高公桥表示，清明连假第3天，国道全线交通量有高118万车公里，是平日年平均的1.3倍，主要是上北车流。各个北向车潮恐惊会一路塞到半暝12点，有估测是连假第4天也是北返车流较侪，建议用路人提早出门。本局预估大概会在115百万车公里，那平均起来也是平日的1.3倍。那本局一样是建议用路人提前在早上9点前，跟南部用路人在早上9点前，中午12点前进入国道。气象局表示，连假最后3天全台拢是西云到好天的天气，只有东部甲西部山区有蓝山低渐重雨，一直到清明连假过了后，拜4、拜5，东北季风佫增强，锋面通过北部、东北部佫会转为湿凉的天气形态。主要这个降雨的区域会是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还有北部的这一块地方。那在中部以北跟整个东半部也都是有降雨的机会的，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一点点雨。为了强化清明连假疏运，台铁也加开233列车，比平均运量增加23%。台铁局表示，3月31日拢总疏运75万多人，其中当选6万多人，创疫后疏运量新高。4月初天登记运量佫超过70万人，其中当选6万人。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前几天中南部有落雨，不过对水情的帮助是真有限。来看日月潭的欠水率是降到剩53%，又佫出现月牙湾的景象，显示水情是真正的暗倒。南部的占本水库欠水率甚至剩11.3%尔，咱也是要继续来对抗可花。湖水的4颗链顶有白色的石米啊，圆圆的形体看落袂输是天使目屎加明湖。是啥袂少游客来遮翕相，这嘛是南投日月潭大水期真特殊的景致。水满有水满的美景，水少有水少的美景。嘛是拜托天公伯吼，赶紧教咱落一寡吼。连续假期有真侪人来遮行搭，不过嘛显示水情真暗倒。根据水利署的资料，初三日月潭水库欠水量敢若剩53.2%。负责管理的台电表示，伫遮用起的水要是比日外较侪。下游虽然供水有减少，但是其实还是有出水的一个状况，所以说水位还是维持在一个740左右的一个状态。另外，包括中部的德基水库欠水率敢若剩51.4%，其他包括苗栗的李溪潭、免得水库欠水率伫4成以下，也有南部的白河水库、仁义潭水库嘛伫3成以下，占本水库的水敢若剩11.3%。水利署讲，虽然春雨有来，不过水量有限，面对全台湾的水情，要是袂当放零。略有注意，但是不足以要解决目前的旱象。区域调度，还有紧急的这个抗旱水井，还有这个我们的临时海淡厂的这个新建，都会加速来办。水利署表示，南部水情真热烈，目前已经准备好对抗可换的水井、甲河流水等等的水源以外。嘛，甲海水淡化机组刷去高雄。台南7个水资源回收中心，每一天会当提供18000吨的回收水，加做民生相关使用。咱若目前还阁伫咧赶工课占文南化连通管计划，按算明年6月完工。完成了后，占文水库就会当连同乌山头水库、支援南化水库，发挥下冷溪引水的功能。这对稳定水情是真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咱的总统蔡英文即马是飞到友邦贝里斯访问，明仔载按算去贝里斯的国会发表演说，到时因的参众院嘛会提出挺台动议。另外，伫咧贝里斯的经济站，咱的总统是去参观甲友邦瓜地马拉伫咧当地合作建设的病院。瓜地马拉的总统嘛，搁再表示挺台湾，而且呼吁中国莫搁互台海紧张。
总统蔡英文出访民主共赢之旅，结束瓜地马拉行程。台湾时间初3早起到贝里斯用高规格军力接待，总统查拉夫亲自迎接。小心哈！我要跟大家说，台湾是世界的台湾，民主自由就是我们跟国际的共通的语言，也是我们通往世界的关键道路。蔡总统伫贝里斯3天行程拢摆满，会伫国会发表演讲，接受参众两议天地友台同期签双方技术合作协定，稳固双方的友谊。早起，瓜地马拉总统贾迈代伫蔡总统离开之前，再一遍发言挺台，重申外国的外交政策核心之一，就是支持而且承认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也向中国化为。por la pronta finalización de las tensiones generadas por China continental en el estrecho de Taiwán, que siembran zozobra y arrebatan la felicidad y la paz a los ciudadanos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台湾互惠合作的例就是这间起码南阁病院，由南方出钱协助去病院的主体甲停车场，地点伫咧瓜地马拉中部战略要地。设计案由双方合作，独立台湾科技环保的理念，会当容纳348米床，提升医疗量能，互也是医生的贾迈代真感谢。Se lleva un pedazo de nuestro corazón, guárdelo, cuídelo, porque de igual manera Guatemala se queda con un pedazo de su corazón. Sí, 3. Gracias, Taiwan！ 总统，你把他们的心带走了，那你的心会留下来吗？也是会留下来的。我们在过几个礼拜会在台北接待贾迈代总统。记者综合报道。那前总统马英九今仔日是去参访中国重庆的城市规划展览馆，阁有中国三峡博物馆，而且阁和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见面会谈，强调两岸拢有责任爱来交流。另外，针对马英九昨讲台湾和大陆都是中国，陆委会是表示真遗憾。名字很有意思，像个部队。那个我出生那个年代的时候，对中国对军人非常好。对。两人握手挨沙子，总统马英九到中国初3尾仔嘛，甲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见面，讲到家己亲身连接两岸青年交流，就是希望和两岸人民积极减少，促进和平，两岸拢责任深化交流。带着台湾的年轻朋友来和大众同学们交流，希望能够让两岸人民间的敌意逐渐减缓，友谊逐渐增加，未来两岸才有真正的和平。两岸都有责任像这样的交流持续下去。袁家军强调，马英九这摆强调九二共识，坚持推动两岸交流合作，伊感觉真感动。让我们非常感动的就是马先生这一行来反复的来强调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坚持推动两岸的交流合作。两人会面之前，袁九先参访重庆市城市规划展览馆甲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马英九初次讲到台湾、大陆拢是咱中华民国，拢是中国。陆委会回应针对马英九呼向中共的一中原则主张，表达高度遗憾。按照马英九办公室发声明，陆委会批评马英九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提出两岸定位，陆委会公然倡议两国论，请蔡英文总统表态是不是属于政府立场？若是，请在替陆委会公开承认中国大陆是另外一个国家。马英九初3暗时住在重庆市自助宾馆，这是要参访中央政治学校具记者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咱国驻巴西办事处有一个组长伫咧3月初行地路啊，即马因某是出来亚康讲，敢若是因为即个组长无爱核销相关的官舍维修费用，就受到同事霸凌所引起的。组长因某是写批要求外交部长吴钊燮爱来主持公道，那外交部嘛表示会来调查详细。英国捌伫咧西班牙国际旅游展览。这个姓王的外交官是真拼死伫咧宣传咱台湾的美景，希望观光客会当来台湾佚佗行踏，感受台湾人的热情。不过后来伊互调去巴西，3月份的时阵，煞为伊住的所在16楼跳楼不幸过往。网络顶有一张因太太的声明稿，伊发冤枉强调讲，因翁婿互派去巴西9个月，伊怀疑是因翁婿无愿意落错核销要40万美金官舍维修费。
带去互因同事报鸟饲仔湾，讲伊食钱。嘛强调讲，因人婿伫在生的时阵，有录音讲出伊的心声，有传互拉美苏中官，希望外交部会当主持公道。嘛，质疑驻地同事想要出来影响舆论，对外讲死者是因为无法度甲因情某放袂记哩，离验了后去得到忧郁症，才会来想袂开。请外交部的尽速查明然后厘清一些疑虑。那至于说里面涉及到有没有这个霸凌的问题，或是说有没有涉及到里面的经费挪用的状况的话，这个行政调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调查清楚啦。40万美金工程款这个部分，如果让大家产生疑虑的话，也会让大家觉得说里面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弊端可能会在这里面来做发生。因为还有外交官发生不幸，因太太希望外交部长吴钊燮会当替死者申冤，也若立委要求外交部都要查明真相，嘛希望因太太会当出面讲好明。要求外交部必须客观的进行调查，不可以一再发生类似在职场上霸凌的情况。建议家属要出来做进一步的说明，会让外界比较了解。王组长在3月10号上午在驻地寓所轻生后，外交部立刻全力协助王组长夫人在最短时间内前往巴西处理后事。王组长夫人抵达后，住处也尊重其意愿，举行了宗教仪式处理善后。外交部强调讲，针对因太太相关的指控，外交部会持续调查相关的事情来理清案情。嘛，因为当日的别墅感觉真唔甘。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军方最近伫咧东海军演，佮放调讲随时拢准备要烧战。专家认为，中国这是咧针对美国和菲律宾的联合军演所做的呛声反制。另外，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米利是提醒各界，针对烧战的言论，得爱有站责。学者就分析，美国也无想要和中国开战，所以咧做战略收缩。不过，因嘛无要放弃台湾。中军东部战区最近由上滩舰、太原舰、泰州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到东海海峡展开实战化训练。佮讲3只驱逐舰随时准备战斗。专家分析，中军最近伫南海、东海、沿海陆续展开演习，应该是因应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暗过军舰耍伊性较悬。国军爱设置防止强舰向到台湾附近海峡定做情报。在东海演训，而演训完第2天呢，它就出现在可能台湾的北部海域了，或甚至东北部的海域，这都是有可能。军舰呢对一般周遭国家的威胁是比较大的。大海局势紧张，加上美中高度竞争，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3月31日，就是美国军事新闻网站专访时提醒，各界针对美中可能开战的言论有必要降温，强调美中当前并不是伫战争边缘，台湾也无遐尼简单征服。佮认同美国应该赶紧将武器运到台湾。学者分析，美方暂时无想要甲中方开战，来进行战略收缩。美国并不想跟中国开战，美国的战略收缩现在暂时已经影响到了蔡总统的这个过境之旅，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并没有放弃台湾的这种做法。学者表示，美方依然希望台湾提悬自我防卫力量，那台湾应互北京当局感受武力犯台成本比利益较大，可能对因提悬协助强军犯台可能。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有一个真出名的网络红人，一向拢真支持罗西亚伫咧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但初二是传出讲，伊伫咧一间咖啡馆去互炸弹崩死。外界伫咧谣讲，这是一件暗杀。圣彼得堡这间咖啡馆爆炸案造成死伤，除了军事布洛克塔塔尔斯基死亡，也有几60个人受伤。俄罗斯国家调查委员会讲，已经调向莫斯的方向侦办。俄罗斯支持的顿涅茨克领导人普希林讲，代志是乌克兰做的，也毋过无提出证据。有一位乌克兰的总统顾问讲，俄罗斯境内正伫咧发生国内恐怖攻击。俄罗斯外交部无对这件案件提出指控，也毋过讲美国、英国、法国对这件案件拢点点点，对记者、法律甲言论自由拢是做表面功夫。塔塔尔斯基本名叫做麦克辛佛明，是俄罗斯正青正红的军事部落客之一。在 Telegram 有超过56万的追随者，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也常常批评军方的过残。Всех победим, всех убьем, всех кого надо ограбим, все будет как мы любим.
去年也个受邀请去克里姆林宫参加总统普廷宣称成功占领俄东4个地区的庆祝会，也甲这段会面团结的社群媒体正受注意。俄罗斯的塔斯社引述无讲名的消息来源讲，塔塔尔斯基是伫咖啡馆参加一场活动，甲民众见面，有一个查某人甲一个装雕像的鸭互伊。几分钟了，这个鸭就爆炸。主办单位讲已经事先有做安全预防措施，无想到讲也是出代志。塔塔尔斯基被炸身亡，敢若是伫咧俄罗斯境内发生的第2件甲俄战争相关人物的暗杀事件。去年8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信、思想家杜金的查某囝杜金娜就因为汽车炸弹案死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美国前总统 Trump 因为风吹费用的案，被人起诉，伊就抗议这是2024大选进程的政治迫害。这嘛，互 Trump 的声势渐渐升悬，伫咧共和党的支持度已经超过5成。而且 Trump 阁发起募款，呼吁伊的民众甲伊斗支持，一日就募到大约代票1亿2千万。即嘛 Trump 按算去纽约投案，警方是加强戒备，就惊伊的民众会发起暴动。川普顶个月30号纽约检方起诉了后，这几天伫佛州的海湖庄园外口，继续始终的支持者伫遮。这支持者特别为谈判开车3点钟赶来坐镇。Yeah, I'll travel around anywhere on the East Coast to see him. He does his all for us. I'm gonna get my all for him. You know, I'm not giving up. We need him back. 川普伫2016年大选进前，付成人片愈扯13万美金，核心代表400万的风水钱，避免两难婚外情别空。暗过事后选用法律顾问费的名气做介绍，接做美国史上第一位遭到刑事起诉的前总统。伊马上谴责这代志是政治迫害，佮呼吁支持者出面消停，佮趁机会为选举募款。Instead, our presidential campaign has always been funded by grassroots patriots like you. Your contribution today will show the left that nothing can destroy the greatest political movement in history. 川普团队利用部落格进行才恢复使用名册，大拍募款广告，结果伫起诉了后，短24点钟之内，突破超过400万美金，核心代表1.2亿。伊按算测试去纽约曼哈顿法院说明，暗时高腾去佛州大所在发表演讲。There will be some fingerprinting, filling out some forms. Whether or not it will be put in handcuffs, I don't know. I expect they will avoid that. 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川普被起诉并未影响伊参选总统。目前看起来，这代志反倒在助长伊伫党内争气。根据一个上新的民调，共和党人对川普的支持度目前到57%，比上强的对手德桑提斯悬出1.6个百分点。专家评估川普为赢得党内提名，可能会要求将这案件审理延到初选了后。暗过检方上届无法度同意。公司新闻曾回并编译。法国的年金改革争议完未煞，但即马阁有内阁的女性去甲新连任的杂志做封面马导，又阁引起愈侪批评。另外，伫咧荷兰是有性工作者上街头去抗议，讲政府要缩短因红灯区的营业时间。因表示，安尼可能会互非法的性交易增加，嘛会加重外界对性工作者的偏见。前规书白色洋葱看向远的所在，法国社会经济甲法国协会部长施亚帕最近经常承认杂志《花花公主》法国版4月号封面，毋但引起反对派批评声音，连广东总理博纳拢表示，安尼做无适当。尤其法国社会部长当初伫年纪改革规矩，安尼行为，互民众更加生气。40岁施亚帕2017年入阁，捌是女权作家，阁担任过性平部长，连来推动性骚扰法案。男性若对女性口述了，也是紧张会互当场违法。即摆以12夜专访谈论女权甲多元性别议题，别出争议了后，也亲自伫推特捍卫女性身体自主权。因为进前总统马克宏传出要接受儿童杂志的采访邀请，即马阁有部长登上承认杂志宣传理念，互反对派批评执政党的沟通策略处于失控的状态。也毋过内政部长马南刷为施亚帕讲话，俄罗伊有真性情，也尊重伊的决定。画面来到荷兰首都，真侪性工作者挂面区上街示威，抗议政府将红灯区营业时间由原本透早6点关门，提早到透早3点，而且透早1点了后就袂当接新的人客，影响性工作者的生存。
We are witnessing another attempt to close the red light district. There's not even negotiating with the sex workers organization. So I think that this is a conversation that we must have. City center is becoming very problematic, and we have to find a solution. Let me say, for now, I will come back to you without cameras, without a lot of noise. 着急安打抗议的民众，阿姆斯特丹市以治安为由加强管制红灯区，也毋过向工作者刷管路新规定会引起歧视行为。那一旦合法接客时间大大缩减，恐惊会有真侪人转为地合接客，人身安全会更加无保障。公司新闻牛眼编译。清明连假东部出现真侪回乡家去旅游的民众，就业者发现外地游客嘛去遐咧抢介绍较低鸡卵，所以嘛得爱控制供应量。毋过咱到底敢有欠卵欠到即个型？其实即马伫咧台北的超市甲大卖场，拢有鸡卵通好买，嘛无像进前安尼咧排队。机器针对无共寸尺的鸡卵进行分级，位伫台东市即间2行店面，游玩当看到大量的鸡卵，有部分小卖，国产白卵一斤75块，客销明显比北部低。业者讲，连假期间有袂少游客走入来买卵，有人想要买几啊箱，也毋过伊会控制买数量，无希望外地游客来抢，颠倒造成本地供应失衡。外地的可能零售，可能来台东旅游，可能要露营，要煮火锅什么的，可能还可以卖它一些啊。大量的要1箱2箱带回外县市那个了，我们就量没有那么足够了。即马也讲有欠卵嘞，初三实地去市场的杂粮行门口会当看到为数袂少的鸡卵，已经无看到进前民众排甲路长等咧买。即马消费者来到这，也会当家己拣，想要买偌济就买偌济。我都不会去跟人家抢啊，我觉得说鸡都生不出来，你要抢什么？太可怜了。现在看到那么多蛋，你会不会觉得就是比较开心？我觉得我都没差呢，因为有就吃，没有就不要吃。对呀，对。来到连锁超市，无管是平价的美国进口卵，也是贵市店卖的西选冷冻卵拢有。那大卖场的进口卵已经卖完，价顶也有较贵的动物福利卵。农委会表示，国发鸡卵继续专案进口中。目前的话，几乎每天都有那个从国外进行通关。那截至3月底之前，我们进口的量已经超过550万颗以上。目前也传出南北两家价差大，伫屏东一拿20台斤卖1,100，到汤圆是起到1,600。对此，农委会表示，要让市场继续恢复特殊，需要供应量更加稳定。目前除了国内卵鸡产卵有咧回升，农委会会继续进口鸡卵。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避免欠药啊，卫福部伫咧3月底启动药品供应通报处理中心。卫福部处长王必胜强调，已经发函予各大医疗机构甲药局等等，要求即时通报上新的欠药啊的状况，按算后礼拜就来对外说明。为避免有欠药的代志，卫福部3月底启动药品供应通报中心，中药、西药儿童困难处理药品甲医材、罕见特殊营养品甲紧急药物、公费疫苗、传染病用药等5大范围拢伫内底，互医疗机构、药局等应及时晚点个通报上新的欠药状况。当今天如果药品的缺药有通报进来，我们会先由这个临床药学会来帮我们判定它是属于是一种个人的问题还是系统性的问题。那目前有10件缺药的通报，那有5件已经处理完成，那有5件还在处理当中。对欠药病台建立，有学者表示肯定，认为对加速解决药品欠缺问题有帮助。不过建议卫福部按要求药商加强监控，若半年内药品原料库存量或者是交货时间有问题，一定要落实通报。各药商、各医疗机构必须要如实的将目前可能存在的缺药的这个问题，包含从原料或供应的问题，尤其是6个月内可能会有缺药的这些问题呢，都必须要到通报处理中心上面去做一个申报。王必胜强调，新病台会请运2礼拜已经发函医疗机构，药局全面盘点，重新通报有关欠缺的药品，搁确认是个案也是系统性问题。中药欠缺通报部分，因为可能牵涉中药材客诉问题较复杂，要拼4月份完成建立，下礼拜会开记者会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
英国确定会当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也就是人讲的 CPTPP。这是互外界拢咧要讲，到底续落来会是台湾，也是中国会当先加入？有学者就认为台湾的赢面较大，毋过嘛有学者认为，考虑到国际政治，咱要先加入就较难。自申请加入到确定加入，开差不多2年的时间。英国总算批准加入 CPTPP， 即马正拿出最后的行政程序。若是总第一个非总统会员国的先例，也是英国脱欧了后所签的上大规模贸易协定。CPTPP 现有的成员国家包括日本、加拿大、澳洲等11个国家，大部分拢是加咱国家主要的贸易伙伴。伫即马要申请入会的国家包括台湾、中国、乌拉圭、厄瓜多，也有哥斯达黎加。也和外界拢伫咧要讲，台湾甲中国虽然会先加入。你提到台湾申请这个加入 CPTPP 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同台湾进行官方往来，坚决反对台湾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和组织。有学者认为，英国入会接受高标准检视，对台湾来讲是正面的信息，因为咱国内半导体加工业产业的供应链整合有一定的优势，这形面比较可信。顶多是中国政策方面拢无符合 CPTPP， 希望避免官方过度影响自由市场的规范。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因为国际政治，台湾要先加入也是有困难。国际的这些经贸组织很难避免说会有一些政治考量在里面完全是以经济的考量来做决定这个是难度是很高的，因为国际政治嘛，它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杜卡下讲，在国际政治上，中国相对较强势，可能会遵循 WTO 模式。中国先入会了，台湾才以个别关系领域的名义加入。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捷运的民生10指路线拖几若冬，就算中央已经核定10东线的规划，不过大潮停到东湖这段，所以拢无结论。台北市捷运工程局长就表示，下半年就会启动民生10指线的可行性修正，也有综合规划，也会赶紧来交付中央审查。花乡北的捷运民生10指线拖真侪年，困难点除了民生西路甲民生东路桥坡路段的路廊较细，施工难度较悬之外，民生社区4个月民众对明色线也看法不同。长远来看是赞成，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没有自己在开车，当然这种交通工具是对我们来讲是比较方便。没那么必要。其实交通的话，现在已经蛮方便的。我自己是觉得，其实松山线就已经蛮方便了。大概几乎都是1楼的反对啦，只是他们做生意啦，带来很多不方便的要挖啦，2样情嘛，楼上的有人的话，有的那个求方便的，希望都同意。民生10指线路线规划起点是北市大潮亭，经过相连行天宫、民生社区内湖古洞路等地，终点是新北10指区公所，路线长度大约17.4公里，场站数15站有地下8站、高架7站、甲一座机场。虽然中央已经核定10指甲东湖路段，也毋过大潮亭甲东湖段犹原无消息。台北市长邱万安指示加速推动。东环段核定的时候，行政院也提醒交通部，请台北市赶快启动民生汐止到汐止段的这条线的计划可行修正跟中规计划，我们正在跟新北市合作，我们预计下半年我们就要来送。民生10指线路线规划经过台东、中山、松山、内湖甲新北市10指等行政区，地德华也进一步表示。目前国发会同意北市府的民生10指线可行性评估修正甲综合规划报告同齐送，会大大缩短民生线审查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的赤坎楼安平古堡一挂古迹，市府为着要维护营运的品质，所以这20冬来无调整过票价，即嘛要为全票50块起到70块，半票是为25块起到35块。不过台南市民也是维持入场免钱。年假期间，台南市有不少观光客，有人去参观古迹，所发现票起价。台南市文化局下开古迹赤坎楼安平古堡，又在金城这景点，全票本来50起到70，半票是起10块。不过台南市民有关是边境免费参观。应该还好。维护古迹需要钱吗？刚好看到这个正在整修，或者是说，如果说他把它停下来，等整修完再一起开放，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有人认为起步税应接受，也有人认为部分古迹议员的维修起票价所无法度参观全部，无可能价值。不过，但市文化局回应，顶一摆起价是20多年前的代志，即马不过一直称悬才起价。那这20年来呢，我们的基本工资已经从15840已经上涨到了26400，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人力维护的成本都大幅的增加了。用基本工资这2年来已经起超过67%为例，市府指出古迹收入大部分靠卖票甲民众消费来维持。参考全台古迹景点，全票差不多伫66到100之间，决定小可调整市府文化局下开古迹景点票价，是反映成本也维持服务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今仔日举办儿童园游会，特别请推广台语的民间团体来摆搭耍游戏，带大人囡仔哪耍哪学台语。趁清明连假，国立台湾科教馆特别举办儿童园游会，除了科学知识，嘛用日本土宝记伫内底。正平的交炸，倒平的交炸。台湾台基路协会表示，顶届响应世界母鸡日直接办活动，得到真大的回响。这届伊嘛以创关活动，设计台基游戏，甲大家用生活情景的类似拍招呼、入捌台基，嘛了解母鸡的趣味。主要就是小借问，希望讲大家会当透过台语的小借问，比如讲你好、熬早、食饱未，一寡简单咱生活会当用到的字词，来互大家当明白台语。人甲你斗相共，你爱讲啥？多少？啊，搁有咧，努力，恁就是人顶一个。除了耍游戏，嘛甲父母引导囡仔讲母语的撇步，唱用歌谣，绘本增加囡仔的理解，大大增加思虑等等。台湾台基路协会表示，因伫活动中发现真侪家长对唔敢讲，到带囡仔做回进步，同齐甲流失的母语捡回来。你有学到什么？高赞活动很好，很有意义，而且就是现在比较少有讲台语的环境。啊，阮是用一个科学课，就是你即讲来遮上课，你会用自然课、数学，然后嘛用上什么上什么本土语言的课。科教官表示，活动总共有10几个答案，嘛特别甲平常时伫偏乡训练的电影车驶转来，希望囡仔哪耍哪学，无论自然环境也是语言，落实亲自开喙讲母语的政策。记者调文贾桂玲台北采访报道。高雄的大树是咱往来产地之一，最近因为温差真大，往来拢必顺去，无法度销去日本。产地价销嘛落价一斤卖无10块。市府表示会搁扩大外销，嘛会到收购去加工，也搁有加强来找销路。比例往来的芳无爱讲名的农民讲，亲像这种绿果，拢无法度外销到日本。但高雄立春以来，大部分绿叶温差大，往来绿果的状况袂少。外销通路无够又搁大出，互产地价销博到一台斤无到10块。产地的话，再卖差不多5、6块啊，台斤5、6块啊。很多的果农也都没有采，坏掉在田里面的也很多啊。台斤收10块钱在外销哦，每颗都要选的没有任何的要完美，不然都是全部打掉啊，打掉这原料果现在也没人要。农民反映，就算产地价销一台斤卖8块，还阁算赔本。即卖价销因根本无法度生存。嘛讲政府虽然讲已经开拓伫海外销路，销量煞无到预期，嘛抱怨政府，互因的补助拢伫咧贸易商，农民无客到，颠倒爱烦恼卖袂出去的问题。也不会呢，因为我们目前现在为止是每台斤15块，那到北农拍卖行情差不多也是2到15。外销的话，可能就是没有想象中订单这么多。增加奖励凤梨的加工收购，我们今年预计收购1000公吨。第3项，高雄凤梨，我们在电商平台成立首选的高雄凤梨专区。大树区农会指出，热果上严重的时期伫今年2月，随着天气愈来愈热，愈符合往来的生长，水果甜度还佫品质变悬，销量嘛会当增加。农委会嘛已经要求农会爱介入。目前产地价销大约一台斤15块，毋过嘛讲外销的通路还佫爱拍拼。记者王刘婷、陈hen坤报道。
佮来看苗栗山区的农民，常常会拄到高山去因的田园扰乱，造成农作物的损失。县府即马是扩大补助农民来赶高，一户为50支炮仔增加到100支炮仔。不过，专家是认为放炮仔赶高的效果是一时的，为电网才是治本的方法。一只高山要起伫树顶，大喙咧食农作物，话甲鬼喙就弹掉，农民看到是心内咧智慧。最近是苗栗甘仔的采收期，为着要保护农作物，农民只好展出一步。大概若到采收期，苗栗岛南、东螺甲公馆等所在，拢会出现一大群高山仔，入侵农民的果子园，四界乌白食。农民提出炮仔赶高，敢若豆豆有效果。松鼠我在放的时候，松鼠不会掉下来哦。吓到掉下来。当下就是我们也没办法24小时在这里啊，就是尽量啦。农民以区hiệu联防的方式赶高山仔，管理阁有人组赶高队，锁定高山仔接触现时段，执行赶高任务，效果袂歹。县府甲原地补助农民的50支炮仔添到100支，嘛提醒民众使用时就要用香点倒，确保安全。鞭炮你总不能太靠近自己，那你有一个距离，这样人身也比较安全。那个炮一定要打在猴子的旁边，不能打到天空，就像烟火一样。猴子如果打像烟火一样，猴子它不怕了，它看烟火一样，它很快乐啊。你要人力跟时间要抓对，而且要持续。学者表示，目前用来赶高的炮仔是要吓惊高山仔，互因唔敢接近果子园。不过高山仔的学习甲观察能力强，会豆豆灌死炮仔失去效果。若透过电网用高电压低电流的特性，可以当阻挡高山仔入侵。两种方式拢袂对高山仔造成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山区动物的消息，伫台东卑南乡的山区的志工发现有保育类的台湾山羊仔，搭着山低调无法度振动，是靠2个志工斗3工才成功解救一只山羊仔。保育志工先解开土地的台湾山羊仔头部的锁仔，为未免山羊亮开，脚的山低调锁仔愈套愈严，造成伤害。志工用身体固定山羊仔，互另外一个志工解开锁仔，了后观察这只羊仔的脚，确定无受伤，才互羊仔重回山林。那个猎人来这边抓山猪的，误触，我跟我弟弟看到，就来跟他解开啊。台东县农业处表示，山低调陷阱是无合法的猎具，动保法甲野保法拢有法则，严重刑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爱并科90万以上100万以下罚金。如果这些山猪钓，不受夹致人或是致动物死亡的话，甚至可能有刑责的问题。富源社区保育志工讲，2年前同一地点也捌有另外一只台湾山羊仔，互山低调陷阱困掉咧。这个山区有俗称恶地地形，适合台湾山羊仔生活。这有一阵3到4只台湾山羊仔家族，按过山底也多。这有人来放陷阱，爱定定巡逻，若无，唔知下一摆是倒一种野生动物被套掉咧。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当年制造4亿吨的塑胶粪扫，不过会当回收再利用的是真少。伫咧巴拉圭，就有一个乐团专门用资源回收的物件去做乐器。最近佮去隔壁的玻利维亚办演奏会，咱做伙来看。乐团各种乐器演奏出优美的曲调，因过详细看，乐团表演的所在是伫咧粪扫场。来自巴拉圭的资源回收乐团，最近伫边个国家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办音乐会，虽因的乐器拢是用捡来粪扫制作的，不过演奏出来声音也是真好听。El mismo sonido que un cello formal, que un cello hecho de madera. Este también es prácticamente lo mismo, el mismo sonido, no hay mucha diferencia, solamente que está hecho de basura. 规片唔同的粪扫场传出优美的乐声，当地清洁工人感觉真意外，大家坐来好好欣赏。Muy lindo, me he sorprendido que son de reciclaje, mejor que los originales, creo, ¿no? 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每工艺制造670吨的粪扫。拉巴斯市政府决定要减少粪扫场对当地水源的污染，所以这个资源回收乐团决定要去拉巴斯，将粪扫回收的环保观念带予这个拉美国家。巴拉圭资源回收乐团
11年前，伫咧巴拉圭首都亚松森的卡特乌拉贫民窟成立。这个贫民窟就是起伫咧粪扫场顶头，音乐老师查惠子教当地囡仔用捡来粪扫制作乐器。 Ellos son los que transforman la basura en música. En sus manos, eso deja de ser basura para convertirse en música. 根据2022年的统计，全世界每年制造出4亿吨的塑胶粪扫，不过实际回收率比有个月少真多。塑胶干仔就要450年才发到分解，而且这么伫咧讲的一次性塑胶制品，有98%拢是用化学燃料制作，才无环保。 伊若回收率上悬的粪扫就算纸、玻璃甲阿鲁米。全世界成长速度上紧的粪扫是电子废弃物，大部分的电子废弃物会产生危害环境的物质。另外，全世界生产的食物，其中有40%拢被浪费。喷所产生的温室气体，也是造成气候暖化凶手之一。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辑。 日本真出名的音乐家坂本龙一传出伫咧3月28，因为癌症过身，直到71岁。那讲到伊上届出名的作品，就是摕到奥斯卡最佳配角奖的电影《末代皇帝》。2018年，日本音乐大师坂本龙一伫咧德国柏林电影节红地毯，精神正好，甲所谓评审这个翕相。 伊甲癌症对抗几多年，3月28日证实，伫东京都内一间病院过身，享受71岁。I want to try many different things, styles. I want to have many experiences. 坂本龙一的电影普及，1970年代开始国际有名。其中上有名的配角作品，就是予伊摕到奥斯卡最佳配角奖加格莱美奖的电影《末代皇帝》，也个背景是第2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俘。迄当阵伊还个少年，也伫电影内面演一个角色，伊的配角互人对电影的感受更加深。 坂本龙一伫咧2014年得到脑癌，2020年佫得到直肠癌。伊自细汉就展现对音乐的天分，除了为电影、广告配角以外，伫美国911嘅事件甲好多核灾了，伊也定定去参加各种反战甲反核嘅活动。Keeping silent after Fukushima is barbaric. 2022年年底所办的线顶音乐会，坂本龙一讲，因为伊规身躯拢是病，可能是伊家己最后一遍音乐会，伊一生的创作，互人叫做是日本上有影响力的新音乐教父，用音符留予世人无限的怀念。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地区19度到29度，中部地区20度到29度，南部地区20度到32度，东部地区19度到27度，也有外岛地区。 14度到25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